喂，好啦，咁啊，大家歡迎收睇叮叮導賞團。咁啊，今日嚟到呢個西營盤嘅地方咧，咁啊，呢一個就係咧1892年建成嘅高街鬼屋，或者其實而家叫做西營盤嘅社區中心啦，係咪？咁啊，首先咧，頭先嗰個馬石外牆咧，同埋呢個走廊咧，其實呢個嘢1級歷史建築物，咁老實實都冇乜好嘢嘅。好似1892年嗰時建成嗰陣時咧，咁啊，據說係呢個麻風病院啊、護士宿舍啦。咁啊，到打仗嗰時，即係1941年到1945年嗰時咧，曾經係日軍係佔有呢個度咧，係作為呢個嘅刑場。咁啊，殺咗啲中國人、華人之後咧，就將佢哋屍體就掟過對面呢個嘅佐治五世公園。咁所以咧，佐治五世公園咧，亦都係呢一個嘅相傳嘅亂葬崗嚟咁樣。到戰後啦，亦都發展成呢個嘅精神病院啊，咁啊不等咁樣嘅。咁啊，到後來就1971年咧就空置到2000年打後咧，啊最近咧，即係大家都叫做唔係最近㗎啦，比較近少少嘅新聞就係咧，2019年嗰時咧，曾經有個夜間嘅替更保安喺度咧，咁啊夜晚1點嗰時長樓咧就一去不返，咁佢老婆又揾佢，第二朝接更嗰個職員去揾翻佢嗰時咧，已經喺裏面嘅樓梯嗰度就已經係死咗，就殺手人寰。咁啊，所以咧喺呢一單2019年咧，亦都算係高街鬼屋。除咗我哋經常聽到，因為係精神病院啊，咁可能啲市民經過就疑神疑鬼，成日聽到有人冚頭埋牆嘅嘭嘭聲咯，或者啲病人喺度慘叫嘅聲之外咧，依家個保安嘅離奇死亡事件咧，一個猝死事件咧，亦都係高街鬼屋裏面咧最近係所有人都知道一單叫做所謂嘅靈異事件啦。大家可能心裏邊會有個疑問，呢度有第1街、第2街、第3街，點解冇第4街？其實高街本來叫做第4街，但係因為44聲就唔聽，所以咧華人傾唔好意頭，就所以將呢度叫高街，節節高升嘅意思啦。嗱，咁啊嚟到呢個嘅佐治五世公園其中一個出口咧。亂葬崗嚟嘅呢度，咁啊對面咧就係呢個醫院道啦。醫院道就顧名思義就好多醫院嘅地方。咁啊對面呢個贊育醫院咧就係新嘅贊育醫院嘅，係以前國家醫院啦。咁同埋呢個附近範圍嘅性病醫院嘅位置啦。咁啊點解個性病醫院咧就係話説以前有長西風亂，咁啊大家都可能聽過啦。西環嫖妓合法化，有好多妓仔喺附近。咁啊嗰啲海員嗰啲妓女小姐。萬一有啲咩性病咧，就捉佢去呢個嘅性病醫院治㗎嘛。咁我哋今日咧主角咧就唔係呢個新嘅贊育醫院，而係舊嘅贊育醫院。市區社區中心，咁其實呢一個係1922年嘅舊贊育醫院。咁啊呢個副樓咧係呢個年級嘅市建築，咁啊主樓咧就係我哋係會經過個走廊行去嗰個主樓咧係1級嘅市建築。咁係將會諮詢會唔會評為呢個法定古蹟？咁如果評為法定古蹟之後咧，就咧天下無敵，點樣喐咧都唔會喐到佢。佢最有趣嘅趣聞就係咧，呢個係一個怪嬰之主產。咁啊有個恐怖熱線啦，就喺佐治五世公園嘅人多好見到一個草叢裏邊嘅田籠。咁啊田籠裏邊咧有個小朋友跑出嚟怪獸咁樣，講到恐龍嘅詞神，就係話隻眼額頭咧有好多皺褶喺度，有好多唔同嘅眼喺度。咁啊據聞咧有好多唔同嘅傳說，又話有啲人又話瑪麗醫院啊，有啲人又話呢個嘅贊育醫院啊。咁啊一出世又點樣咧？又話食咗個阿媽同阿媽個內臟冇晒，即係講出嚟我唔笑呢度好嘢，其實就好似一個靈魂傳說咁樣。咁當然你話呢單嘢係咪真咧？咁啊小弟一定唔信㗎啦，講真。咁但係你話會唔會係啲有病嘅兒童、有病嘅嬰兒個頭會好大，搞到誤以為相傳係繼承嘅大陸怪嬰咧？咁啊都唔奇咁樣嘅。咁啊發源地嘅原產地咧，其實就係小弟自己舊嘅贊育醫院啦。推翻之後咧就。share 我哋嘅節目，將我哋嘅節目咧發揚光大，等多啲人知道有呢個叮叮導賞團，又有香港嘅頻道。多謝大家收睇，拜拜。